個貴山松貴價真罕古的道路救援的事件一直在發生，目前已經有20個民眾受害，檢警掌握到證據，鎖定涉案的3間業者，因攏是使用同款的手法，人力甲車輛嘛互相支援。檢警展開着搜索，帶回相關的拖吊業者甲司機等6個人，並且來查扣到3台的拖吊車。大家看清楚哦，不然拖下10萬了。無到10公里拖吊的費用，業者大嘴開開，花價10萬。事件閣不止濟，北一現代為去年底軍中線索所屬，贓着幾關，查扣涉案的3台拖吊車和6位嫌犯。在我身旁，3輛拖吊車分別是屬於不同的業者，不過他們的共通點就是使用喊出天價來道路救援，必要的時候呢還會互相支援。目前已經累積20名受害者。我剛才從那個 Costco 拖吊來這裡啊，結果對方說叫我要給我錢。無到4公里拖吊的費用，業者花價4萬。在這事件發生的前幾天啊，新北市新莊有民眾嘛拄到，當時涉案150個拖吊車，今擺已經去扣登記北市現代。檢警調查背後3業者，天際富興小區攏有牽涉，連着車輛因會放盤支援。檢警押走6位涉案的人，包括主嫌洗厝的業者、洗褲的業者、會計司機，閣1位洗喙的業者，人佇咧國外。這20位受害者除了向消保官申訴，有真濟人提告詐欺。個案的情況不一樣，但是都有可能有涉及到一些犯罪的情況。那我相信桃園好像說要幫忙成立這個義務律師團，這個也可以請求。去詢問這個桃園市的法務局是不是有相關的資源可以協助。律師接到真濟人申訴，當地咧評估拍團體訴訟，業者攏用同一部用職業性網站的廣告來拐民眾，不過現場臨時臨要個人訴賄漲關價，民眾若無付錢，車就不互你。即馬叫指控業者叫壓斷去，伊嘅業以組織犯罪定罪上班，個人希望莫閣有愈濟受害者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